如果你手里揣着攒了很久的血汗钱，正打算在2026年的当下买台车过日子，听我这个干了10多年汽车维修，每天在油污和扳手之间打交道的老师傅一句劝，赶紧把你脑子里那些所谓的面子想法丢进垃圾桶。现在的汽车市长卷得像麻花一样，各种新科技、大荧幕、软体升级层出不穷，看着的确高级，但在我们这些天天在地沟里摸油泥的人眼里，现在市面上超过 70% 的车根本不是为2让你开到报废准备的，它们更像是消耗极快的电子产品，用个3-5年就开始让你怀疑人生。对于我们这些想把钱花在刀口上的普通人来说，买车唯一的准则就是低容错率。你没有多余的钱去试错，你的车必须像老黄牛一样，给草就能跑，给油就不坏。如果你买错了车，你后半辈子可能都在给修理厂和保险公司打工。今天这段分享我不讲那些虚头巴脑的参数，我只从扳手和机械的角度帮大家把钱守住。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记得先点个赞并分享给身边正准备买车的朋友，你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分享修车实操经验的最大动力。我们要聊的第一个重点就是那些看起来很有面子，但谁买谁掉坑的4台面子车。首先要点名的就是二手的德系入门级豪华车，特别是那些5年左右车龄的宾士777或者 P 前7。很多刚工作的年轻人或者刚到海外打拼的华人朋友，觉得花个几万美金或者几十万台币就能圆一个名车梦，觉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我告诉你，这根本不是骆驼，这是个会走路的碎钞机。德系车的造车逻辑是性能和操控优先，为2的减重和布局，引擎室里大量的冷却管路，接头全都是塑胶件，我们管这叫环保件。到了5年这个年头，这些零件脆得跟饼钱一样，你修这个换那个，在台湾或是北美、澳洲人工费用贵得吓人，换个几十块钱的塑胶管，工钱可能要收你几千甚至上万台币，因为你要拆掉半个引擎室才能摸到它。你买的是面子，但这车吃的是你的血汗。第2台要避开的是某美系豪华中型的凯迪，比如凯迪拉克凯迪4或者凯迪5。这类车现在的优惠力度极大，内装豪华感确实比同价位的日系车好出几，各档次隔音也一流。但唯2什么我不推荐预算有限的人买。第一是它的电子系统故障率，美系车的电控软体逻辑经常莫名其妙跳故障灯，有时候只是一个感应器感冒了，但你得花大价钱去排查。第2是它那骨折级的保值性，你买的时候觉得便宜，开3年想卖的时候，那个残值能让你哭出来。对于预算有限的家庭来说，保值性就是你的保命钱。如果你买了一台贬值极快的车，就相当于2，你每天坐在车里看着自己的钱在蒸发。第3类就是那些过度电子化的网红纯电宝科。现在的电动车技术迭代太快了，买这种车就像在2010年买了一台昂贵的黑莓手机，特别是一些主打全车智能控制的品牌，连调个空调、开个后车厢都要经过那个中央大荧幕。这种集成化设计在我们修车师傅眼里就是灾难，一旦主板在烈日暴晒下老化烧毁，全车直接瘫痪。而且这种车全身都是摄影机和激光雷达，哪怕是在路边轻微刮蹭一下，如果是老油车，钣金喷漆很快搞定。如果是这种车，撞坏一个感应器可能就要几万块台币，而且你还没法在外面修，只能回原厂待命。穷人买车要的是修车自由，而不是被厂家的电脑系统锁死。第4台是某2线日系的情怀车型，特别是那款搭载了 1.5 局3缸引擎的这台车外观看着很硬朗，空间也不错，但在我们专业人士眼里，那个3缸引擎配合思康电速箱的组合简直就是为2了报废而设计的。虽然厂家一直在吹嘘平衡轴技术，但物理规律是改不掉的。3缸机随着里程数增加，引擎脚垫老化，那个抖动会从底盘传遍全车，开起来像拖拉机一样。
而且高靠变速箱在高里程后的打滑问题，依然是悬在车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你想这台车能陪你走过10几年，这种动力组合绝对是你的噩梦。聊完了这些坑，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钱或最多的部分，那就是为什么2在现在这个时代，想找一台能开到报废的长2售车变得越来越难了。如果你看明白了这背后的底层逻辑，以后去车行，那些业务的话术就再也忽悠不了你了。这里我总结了5个硬指标，建议大家记下来。第一个指标是动力总成的冗余度。为什么2我一直强调大排量基础上的低功率才是王道？因为2现在为2了，应付环保法规，厂家都在玩极限压榨。同样是输出180匹马力， 2.5 升自然进气引擎像是壮汉在散步，而 1.5 式涡轮机像是瘦子在100米冲刺。小排量涡轮机在运转时，引擎室的温度极高，高热量会加速所有橡胶密封件和塑胶管路的硬化。如果你想省钱，一定要选那种不追求极限性能、技术成熟的引擎，因为2机械是有疲劳极限的，越是从2熔的机器活得越久。第二个指标是变速箱的物理极限。如果你买车是为2了，开到报废，变速箱的选择至关重要。我建议优先选择 I 信或者采 F 的船筒字排变速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庞提变速箱。虽然换挡为双离合，快也没说离省油，但它稳。双离合变速箱在频繁塞车路段的磨损是不可逆的，一旦离合器片烧了，维修费就是一大笔钱。而普通前分期变速箱怕暴力驾驶，如果你家在山区或者经常满，在钢带磨损是它的致命伤。最神的一类是丰田和本田强混系统上用的新兴齿轮，结构那玩意儿没有钢带，没有离合器片，纯靠齿轮咬合，只要不缺油，真的能开到地球毁灭。第三个指标是零整比与零件通用性，这对于海外华人和台湾的朋友特别重。2，买车前先去汽配网站搜搜这台车的滤芯、火星、塞、保险、杆。我们要买全球化车型，因为2这种车在全世界的保有量大，副厂零件多如牛毛。如果你的车坏了，不想回原厂待命，路边随便一个小店都能找到现成的零件。而且因为2结构大众化，修理工闭着眼睛都能拆，工钱自然就低。如果你买了一台只有特定市场才有的特供车，等一个感应器零件可能要从海外调货3个月。第4个指标是电子设备的去中心化。现在的车中控台要是没有大荧幕，业务都不好意思跟你打招呼。但我最怕的就是全车集成化控制。以前的车空调归空调，音响归音响，坏了一个剩下的照样跑。现在连吹个冷风都要在荧幕里点3层选单。大家尽量选择那些保留了核心物理按键，比如空调、旋钮、除雾、按键、音量控制的车型。这不是保守，这是在系统崩溃时你能把车安全开回家的唯一保证。第5个指标是底盘与防锈，这是很多人都会忽视的慢性癌症。在北美北部或者台湾的沿海地区，锈蚀才是车辆报废的第一杀手。有些厂家为2的减重，底盘件用的是薄如蝉翼的冲压钢片，原厂喷涂非常敷衍。大家买车的时候，让业务把车升起来，看一眼底盘，看防锈喷涂厚不厚实，看摆臂够不够粗。底盘一旦锈穿了，这台车在安全性上就宣告死亡了。说到这里，大家对好车的标准应该有个谱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关键的部分，直接点名3台在现在的市场上真正具备封神前置的评价3清7。第一台就是全球销量冠军丰田奇尼4。这台车在我们修车行有个外号叫无聊之王，因为它真的没啥好修的。无论是 2.5 升汽油版还是油电版，它的动力总成、冗余度都高得吓人。特别是那台 2.5 升自然进气引擎，采用了双喷射系统，既解决了进气门积碳问题，又保证了燃烧效率。这台引擎在很多跑了几10万公里的案例中，拆开看，缸内依然非常干净。它的内装虽然看着有点落伍，全是塑胶感，但这正是它的优势。
耐脏耐操抗晒，在极端天气下，它的物理按键永远比触控荧幕靠谱。这车就是机械界的劳模，它不会让你感到惊艳，但它绝对不会让你感到恐慌。第二台是本田77，这台车是空间利用率的天花板，更是预算有限家庭的省钱战斗机。我首推它的油电版本。本田这套系统绝大多数时间是用马达驱动，引擎只负责发电，这就意味着引擎始终在最舒服的转速区间工作。我们在拆解高里程高力时发二线，由于二引擎参与驱动的时间少，内部磨损轻微到让人惊讶。而且本田的维修设计逻辑非常人性化，各种零件的位置都很好找，这直接降低了维护的难度和成本。更重要的是，亲情在二手市场的保值性极其变态。如果你哪天急需用钱，这台车就是你的备用金库。第三台是马自达4雷负5的 2.5 升自然进气版本。这台车是给那些不相信电子软体，只相信机械齿轮的硬核用户准备的。在全世界都在搞3缸涡轮和触控大荧幕的时候，马自达依然坚持自研的6速手，自排变速箱和高压缩比自吸引擎。这套变速箱的螺极其聪明，而且结构简单稳定。没有涡轮增压，就意味着没有漏真空和冷却系统压力过大的风险。马自达的漆面和底盘防锈工艺在同价位日系车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如果你这辈子只想再买最后一台传统燃油车，选它，它能陪你一直开到汽油变成博物馆收藏品的那一天。最后我还要教大家几各在买车现场的实操秘籍。首先是别看荧幕大不大，要去看看引擎室里的电线束，用高密度波纹管和隔热棉包附得严实的，那是良心车。如果只是用廉价胶带随便缠绕，那这车的电控系统迟早要出问题。其次是试驾的时候一定要关掉音，想去听各种细微的噪音。好的车底盘过坑洞的声音应该是沈闷的，像实心木头撞击的声音。如果听起来很清脆，甚至有金属碰撞声，那这车的底盘用料肯定缩水了。最后得问业务一个灵魂问题，这车过保之后换一个大灯或者换一个中央荧幕要多少钱？如果那个价格让你心惊肉跳，那你就得掂量自己的口袋了。说了这么多，其实我的初衷很简单，在现在这个生活节奏极快、经济环境多变的时代，我们普通人挣钱真的不容易。车应该是为我们遮风挡雨的伞，而不应该是压垮我们生活的一座大山。我看过太多人为了，那点虚无缥缈的面子，买了一台超出自己养护能力的豪车，结果每当仪表板跳出一个故障灯，心里那种咯噔一下的恐惧感，那种对未知维修费用的担忧，真的不值得。真正的面子不是你开着什么牌子的车，而是当你的家人需要你的时候，你的银行账户里有存款，你的车停在门口永远能一发就动，带你去任何想去的地方。穷人买车买的是确定性，是那种在任何一个暴雨深夜都能带你平安回家的那份踏实。我们再深入探讨一下，为什么我这么看重2.5升这个排量。在台湾的税金制度下，很多人觉得2.5升要缴比较多的钱，宁愿去买1.5中。但我帮你算一笔账，你每年多缴的那几千块税金，其实是买了一份机械保险。1.5G 的引擎为了达到同样的动力，它的涡轮增压值通常打得很高。涡轮这个零件本身就是消耗品，而且它运作时的高温会让引擎室内的线组加速脆化。等你开到第7年、第8年，1.5T的车可能开始漏油、漏冷却液，换一个涡轮或是整理引擎漏油的钱，足够你缴10几年的税金差额了。这就是为什么老师傅总说大排量自吸才是真正的涨二手之道。再来说说变速箱的细节。很多人被业务洗脑，觉得双离合变速箱换挡快有操驾感，但在台湾这种走走停停的市区环境，双离合简直是自寻短见。每一次在走行间的半离合摩擦都在产生高热。如果你观察过变速箱油的劣化速度，你会发现双离合的油质变差的特别快。反观传统级的变速箱，透过液力变矩器来传递动力，
虽然动力损耗多了一点点，但它能吸收掉换挡时的冲击，保护齿轮。对我们这种追求开到报废的人来说，那 5% 的油耗节省真的比不上变速箱大修一次的10几万台币。关于内装的材质，我也想多分享一点。现在很多新车标榜环保材质，或是用大量的合成皮包裹。在台湾这种湿热的气候下，5年之后，这些环保材质会开始水解，摸起来黏哒哒的，或是开始剥落。反而是像丰田、马自达这种老派的日系车，他们在一些接触面上还是会用比较耐磨的塑料或是真皮。虽然视觉上不够前卫，但10年后的内装完整度绝对是天差地别。你买车的时候，试住用指甲轻轻画一下那些饰板，看看硬度和涂层厚度，这都能反映出这台车未来的耐用程度。还有一个大家常忽视的点，就是车辆的散热系统。现在的车为了追求低风阻，水箱护罩做得越来越小，或是加了自动启闭叶片，这在理论上能省油，但在高温环境下，这都是潜在的故障点。我建议大家买车时，看看水箱冷却风扇的尺寸，看看冷却液副水箱的位置是否方便观察。一台不容易过热的车，引擎垫片就不容易冲掉，这也是决定这台车能不能陪你走过20万公里的关键因素。在2026年的今天，汽车品牌大洗牌，很多新兴品牌虽然外形酷炫，但他们可能连5年的造车经验都没有。造车是需要底蕴的，是需要无数次的故障反馈才能优化出来的机械艺术。那些老牌大厂虽然看起来动作慢，但他们在每一个零件的热胀冷缩系数上都累积了几十年的数据。这就是为什么即便科技再发达，我依然建议普通家务者选择那些经历过事、厂长20间检验的成熟品牌。最后，我想对那些还在犹豫的年轻人说，如果你真的预算有限，买台2手的神车，如吃车丝、吃车出车，或是实车车出，哪怕是10年的车，只要前任车主有正常保养，他依然能为你服务很久。不要去碰那些便宜的2手豪车，那些车是给有钱人玩的情怀，不是给我们谋生的工具。你的第一台车应该是你的垫脚石，让你更有效率的去赚钱，而不是变成你的绊脚石，拖累你的财富累积。希望这份从维修视角出发的买车指南，能让你在这个混乱的车市中保持清醒。买车是一件大事，但也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回归本质，车就是由几万个机械零件组成的运输工具。机械越简单，出错的几率就越低。只要你守住这个底线，不去追求那些虚无的电子配备和所谓的品牌光环，你就已经赢过了1半以上的买车人。希望大家都能选到那台能陪你开到报废的老伙计。如果你認同我的觀點，請點讚支持一下，並把影片分享給更多需要的人。我們下次見。真係估唔到，有一日我行入聖安娜餅屋，陣味竟然唔係我聞慣咗嗰種甜依依海麵包味或者牛油蛋糕味，而係一陣好熟食、好有鑊氣海蒜蓉炒菜心味。你冇聽錯，我都冇睇錯，呢間喺香港開咗幾十年。周圍都係蟹臉梳麵包巨頭聖安娜，竟然開始賣起兩細飯入面最經典蟹蒜蓉炒菜心，仲有肉餅同埋咖喱雞。呢件事聽落去好似好荒謬，好似係平行時空咁，但係事實就係擺喺眼前。呢個絕對唔係一個簡單蟹商業決定，而係一個時代蟹縮影，係一個連鎖巨頭喺呢個模範時代入面不得不跪低求生存，蟹中棘體驗。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下。點解連賣麵包蟹都要去炒菜？點解兩細番可以統治全港？呢個現象背後到底反映咗香港經濟同埋我哋生活方式發生咗乜嘢翻天覆地蟹變化？講起聖安娜餅屋，大家腦入面浮現蟹係乜嘢？係嗰啲2026年初仲賣緊蟹10幾蚊一個蟹腸仔包，定係每年中秋節賣到團貨蟹月餅？聖安娜屬於利豐集團旗下，係一間非常有規模、管理非常系統化蟹連鎖店，但係而家喺呢啲咁群整咁高檔蟹鋪面入面，竟然出現咗一盤盤熱騰騰蟹中式小菜。呢種反差感就好似你去睇一場交響樂演奏會，
點知個指揮突然間拎支咪出嚟唱到轉地球一樣咁震撼，呢種跨界反映咗一個好殘酷嘅現實。以前嗰套麵包配西餅蟹方程式喺2026年喺今日已經行唔通啦。點解行唔通？我哋可以由數據同埋深火鴿去睇，喺過去嗰幾年，即係2023年、2024年到2025年一段時間，香港人喺消費習慣發生咗極大喺改變。以前大家返工晏晝可能去茶餐廳食個50幾蚊、60幾蚊喺特餐，或者去快餐店食個膏豬扒飯。但係隨住物價飛漲，而家喺中環、喺粵語用呢啲地方，求其一個午餐都要70-80蚊。加上近年大家開始講北上消費，每逢星期六、星期日，成千上萬喺人湧去深圳食海底撈、食酸菜魚，導致本地零售同飲食業喺壓力大到爆棚。聖安娜呢啲大集團，佢哋有最精準海大數據，佢哋見到人流喺度跌，見到買西餅海人少咗，見到大家對淨餐海要求變得越嚟越性價比導線，於是佢哋就不得不變陣。你試諗下，聖安娜原本喺生產線係整麵包、整蛋糕，佢哋有中央工廠，有完善喺物流，但係賣兩細飯係另一回事。你要有路頭，要有師傅，要有保溫設備。聖安娜願意人錢去改裝鋪位，去賣嗰啲30幾40蚊蟹菜心同肉餅，呢個舉動本身就係一種跪低。佢哋承認咗，單靠麵包已經撐唔起嗰份貴做。而家喺香港租金依然係咁硬淨，就算個市幾唔好，地產商都係要收你咁多錢。聖安娜呢種大財團都要放下身段去同街邊喺兩細飯店爭生意，你就可以想象到傳統零售業喺生存空間已經被壓縮到一個乜嘢程度。講到兩細飯呢樣嘢，真係香港呢幾年喺奇蹟。由2020年開始，因為疫情喺關係，大家唔可以堂食，兩細飯開始大行其道。當時大家以為等疫情過去，大家可以坐低慢慢食喺時候，兩細飯就會消失。點知2026年啦，兩細飯不但冇消失，反而越開越多，甚至連聖安娜，甚至係一啲高級酒店、大型超市都紛紛加入戰團。呢現象我稱之為兩劑飯統治時代。點解兩劑飯可以咁頑長？最直接係原因，當然係因為窮。呢度講蟹窮唔一定係指冇錢食飯，而係大家對未來蟹不確定感增加咗。喺2026年初，全球經濟環境仲係咁撲朔迷離，加息壓力、裁員潮，加上香港股市蟹波動，令到好多中產階層都開始縮數。以前食一餐晏晝飯可以用100蚊，而家覺得40零蚊食得飽，有菜有肉就已經好滿足。兩細飯提供咗一種廉價蟹選擇權，你可以喺10幾20款嘢入面揀兩樣，有魚有肉有菜。比起快餐店嗰幾款10年如一日蟹餐牌，兩細飯蟹多樣性反而更高。而且兩細飯蟹質素喺呢幾年係有忽略性蟹進步。以前我哋講兩細飯係窮人煙物，係喺深水埗、大角咀呢啲舊區先至會見到，但係而家喺金鐘、喺中環呢啲商業係亨斥，你都會見到成班着住西裝、打住tie喺中環精英排長龍等緊個盒高撈肉配西蘭花。呢種景象喺10年前係絕對想象唔到。蟹兩細飯已經由一種基層食物變成咗一種全民運動。而家蟹兩細飯店唔單止要平，仲要好食。有啲店鋪會請以前酒樓蟹大廚返嚟坐鎮，標榜即叫即炒，甚至仲有鮑魚、龍蝦呢啲高檔食材。當兩細飯做得好食過茶餐廳，仲要平一半蟹時候，消費者自然會用腳投票。反嚟講，聖安娜佢哋賣蒜蓉炒菜心，其實係一種好聰明蟹流量生意。你諗下，一個家庭主婦或者一個返完工好攰蟹打工仔入去聖安娜，原本係想買聽朝食蟹早餐麵包，但係佢見到隔籬有得賣熱辣辣蟹兩細飯，只要40幾蚊，佢就唔使返屋企自己洗菜、自己切肉、自己開火炒，賣完飯順手再買埋袋麵包。呢種一站式蟹消費體驗，正正係大型連鎖店最想做到蟹嘢。聖安娜利用自己遍佈全港蟹分店網絡，將自己變成咗一個小型蟹街市或者食堂。佢唔再只係一間餅屋，佢係一個社區生活補給站。但係呢個轉變背後，隱藏住一個好令人感嘆蟹訊息。香港一向係美食天堂，
我哋以前引以為傲海係精緻海粵菜，係充滿特色海茶餐廳文化，係多元化海國際美食。但係而家成個城市好似變得越嚟越單一化。當你行喺街上，左邊係兩豉飯，右邊又係兩豉飯，連賣麵包蟹聖安娜都賣埋兩豉飯蟹時候，我哋係咪應該反思下香港蟹餐飲文化到底發生咗乜嘢事？茶餐廳以前係香港人海飯堂，但係而家茶餐廳海草徑最尷尬。茶餐廳要俾租金，要請好多侍應，要應付複雜海餐牌，成本極高。面對兩洗番蟹衝擊，茶餐廳根本冇力還手。如果你係一個老闆，你發現請一個大廚炒兩洗飯，比起請幾個侍應、幾個洗碗、幾個水吧要划算得多喺時候，你會點揀？所以我哋見到好多茶餐廳都開始轉型，甚至直接執笠，變成兩洗飯店。呢種劣幣驅逐良幣蟹現象，令到香港蟹飲食選擇變得越嚟越貧乏。雖然兩洗飯好食，但係如果成個香港值得返兩洗飯，咁我哋仲係唔係以前嗰個五光十色喺香港？聖安娜蟹呢個舉動，亦都反映咗大集團對香港零售市場蟹悲觀預期。佢哋唔再追求溢價，唔再追求品牌蟹高大上，而係追求最實際蟹線堅力。只要有人買，只要能賺錢，買乜嘢都冇所謂。呢種生存主義蟹哲學已經成為咗2026年初香港商業社會蟹主流。大家唔再講乜嘢紅大蟹遠景，只係想點樣可以喺呢份高昂蟹租金下面生存多1個月。大家有冇諗過，點解蒜蓉炒菜心呢樣咁平凡蟹菜式會成為聖安娜蟹秘密武器？因為菜心係香港人蟹靈魂，無論你係住喺半山蟹富豪，定係住喺頹房蟹基層，你餐飯點都要有一碟青菜。而蒜蓉炒菜心最能體現出家海味道。聖安娜賣海唔係美食，係一種便利，係一種對繁忙打工仔海心理補償。當你工作咗12個鐘頭，身心疲累，你唔想再去諗食乜嘢，你只係想食一啖熱飯，一條脆辣蟹菜心。呢種心理需求俾大集團名銳咁捉摸到咗。我仲記得喺2010幾年喺時候，香港喺連鎖麵包店係喺度鬥裝修鬥身影。當時流行蟹係日式麵包、歐式硬包，大家追求蟹係精緻蟹生活品味。但係短短10幾年間，由2016年到2026年，我哋蟹追求竟然由精緻蟹法式蛋糕變返做最基本蟹蒜蓉炒菜心。呢種口味上蟹為貴，其實係生活壓力下蟹退縮。當生活已經咁辛苦，大家已經冇心機再去追求嗰啲虛無縹緲蟹儀式感，大家只想要最直接、最實惠蟹飽腹感。呢個兩洗飯統治時代仲會持續幾耐？冇人知。但係我可以肯定係聖安娜絕對唔會係最後一間跪低喺連鎖巨頭。可能聽日你就會見到連鎖咖啡店 Starbucks 賣皮蛋瘦肉粥，或者見到萬寧賣即食濾水雞翼。呢個聽落去好似笑話，但係喺呢個魔幻蟹時代，乜嘢都有係能發生。商業競爭蟹終點，往往就係返去最原始、最剛性蟹需求。其實兩師範蟹興起亦都揭示咗一個社會結構蟹轉變。以前香港係一個簡滿型社會，中產階級好龐大，佢哋係消費蟹主力。但係而家社會好似變成咗亞零型，一邊係極少數蟹富豪，另一邊係基層同埋向下流動中蟹前中產。呢群人對價格極度敏感，佢哋追求蟹係極致蟹係價比。聖安娜轉型賣飯，正正係為咗捉住呢群人。呢個係一種生存本能，亦都係一種時代蟹悲哀。當一間大企業要靠賣炒菜嚟維持利潤蟹時候，你就知道呢個市場已經勘核到一個點。講到呢度，我諗起咗以前香港蟹大排檔。大排檔曾經係香港最繁榮、最有人情味蟹地方，大家圍埋一齊食住鑊氣小炒，大聲講大聲笑。兩餸飯雖然都有鑊氣，但係佢缺少咗嗰種人情味。大家排隊俾錢，拎飯走人，整個過程好似工廠流水線咁。聖安娜加入呢個戰團，更係將呢種工業化食飯推向咗極致。喺2026年喺香港，我哋食蟹唔再係情懷，而係一種生存燃料。我有個朋友，佢係一個喺中環返工蟹專業人士，佢今年40歲。佢同我講，以前佢最中意去食個 fine dining，或者去一間有格調蟹餐廳飲杯酒。但係自從2024年佢間公司裁員，
佢雖然保住咗份工，但係花紅減咗大半。佢而家最中意蟹，竟然係去換邊間兩死飯有時招炒岑。佢話當你發現30幾蚊可以食到咁豐富蟹時候，你就會覺得以前嗰啲幾百蚊一餐蟹飯簡直係交智商稅。呢種觀念蟹轉變係成個社會蟹集體共識，所以聖安娜賣蒜蓉炒菜心呢件事一啲都唔簡單，佢係大集團對現實蟹投降，係對消費降級蟹無奈妥協。佢亦都話俾我哋聽，無論你以前幾咁輝煌，無論你係咪連署巨頭，如果你唔能夠適應呢個魔幻時代蟹遊戲規則，你就會被淘汰。生存先係2026年香港商業社會唯一蟹真理。大家有冇諗過未來喺香港街道會變成點？會唔會有一日我哋行入戲院，聞到蟹唔係爆谷味，而係咖喱牛腩味？或者我哋去名牌店買手袋，個店員會問你要唔要加2蚊，要多個細？呢啲聽落去好似好誇張，但係當聖安娜都開始炒菜蟹時候，呢個世界已經冇乜嘢係冇可能係。聖安娜呢件事亦都反映咗香港品牌喺本土化困境。以前香港品牌係想走向國際，想去內地發展，想去東南亞擴張，但係而家大家蟹目光都收窄返去香港本土，甚至係收窄到返去一個飯盒入面。呢種向內轉蟹趨勢令到競爭變得異常激烈。當大家都喺同一個兩細飯蟹池塘入面爭食蟹時候，最後贏蟹未必係最好食嗰間，而係成本控制得最好、最能夠跪低嗰間。我唔係想批評聖安娜，相反，我覺得佢哋蟹慣里程好有勇氣。喺呢個時候，面子已經唔值錢，生存先係最緊要。佢都願意放下高級並屋蟹包袱，去買最貼地蟹小菜。呢種零負性其實好香港。香港人一直以來最引以為傲蟹，不外乎就係走位快、變通快。聖安娜只不過係將呢種香港精神，用一種比較魔幻蟹方式表現咗出嚟。不過，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喺香港人，睇到呢種景象，心入面始終有一種講唔出蟹酸楚。我哋曾經係一個充滿創造力、充滿無限可能蟹城市，而家我哋最叻蟹竟然係將兩細飯做得出神入化。我哋蟹零售巨頭竟然要靠賣蒜蓉炒菜心嚟救命，呢個到底係兩細飯蟹輝煌，定係香港經濟蟹黃昏？或者呢個就係2026年蟹神海代？大家唔好再懷念以前嗰個高消費、高增長蟹時代，而係要學識點樣喺呢個兩細飯同志蟹模範時代入面，得到自己蟹生存空間。聖安娜已經話咗俾我哋聽，連大財團都要跪低求全，我哋呢啲小市民更加要學識靈活變通。下次你行入聖安娜，見到個碟蒜蓉炒菜心，唔好再覺得奇怪，你可以買一份試下，感受下呢份跪低背後蟹心酸同埋努力。呢碟菜心食落去唔單止有蒜蓉味，仲有呢個時代蟹苦澀味，同埋香港人嗰種打不死蟹求生味道。喺呢個兩細飯同志蟹時代，每一個人、每一間公司都係喺度掙扎求存。聖安娜蟹轉型只係呢場大戲蟹其中嘅終結，未來肯定仲會有更多令你跌碎眼鏡蟹事情發生。或者有一日，當我哋回望2026年，我哋會發現呢碟蒜蓉炒菜心竟然係我哋呢個時代最真實、最深刻蟹記號。聖安娜蟹蒜蓉炒菜心其實亦都係一種對標準化蟹挑戰。麵包可以入針款生產，但係炒菜呢，每一鑊菜蟹火候、鹹淡、色值都考驗住嗰間鋪頭蟹誠意。如果聖安娜可以將兩細飯做得好似佢哋蟹麵包咁穩定，咁佢哋就真係贏咗。但係如果只係為咗做而做，純粹想掠多分錢，咁消費者好快就會識破。喺量子飯呢個戰場，消費者係最精明蟹，你噏到佢一次，噏唔到佢第二次。我亦都觀察到一個現象，就係兩細飯蟹興起，帶動咗一啲相關行業蟹發展，例如嗰啲外賣飯盒蟹生產商、1/7成餐絕蟹批發商，甚至係死換工蟹需求。聖安娜加入之後，呢啲需求只會更大。呢種兩細飯經濟圈已經成為咗香港目前唯一仲喺度增長蟹細分市場。呢個係好諷刺蟹，當高科技金融、地產都喺度騰滯不前喺時候，救喺香港零售業蟹竟然係最原始喺食飯問題。呢件事亦都令我諗起以前我哋成日講核心競爭力，
聖安娜喺核心競爭力原本係空避，但係而家佢要跨界去搞餐飲，呢種核心競爭力喺位移，其實係好危險係。如果搞得唔好，可能會兩頭唔到岸，既失咗原本買麵包蟹客，又爭唔贏嗰啲專業蟹兩細飯店。但係聖安娜似乎已經冇得揀，喺生存面前，核心競爭力都要讓路。大家可能會有疑問，點解唔係轉型賣其他嘢？點解一定要賣兩細飯？因為兩細飯係目前香港唯一一個剛需而且高頻蟹消費。你可能一個月先買一次蛋糕，但你每日都要食晏晝飯同晚飯。兩細飯蟹專手率高，線煎流快，對於需要支撐龐大開支蟹大集團嚟講，係最完美蟹補血劑。聖安娜選擇蒜蓉炒菜心，係因為呢樣嘢成本最低、受眾最廣、最容易規模化。講到底，呢個係一個墨色主義抬頭蟹時代。大家唔好再同我講乜嘢品牌定位、乜嘢市場細分，而家大家只係講緊生存。聖安娜賣飯係佢哋對呢個時代最真誠蟹回應，佢哋冇選擇坐以待斃，而係選擇咗一條最辛苦，但係最有可能會落去蟹路。呢種勇氣其實值得我哋俾啲掌聲，但係我亦都好希望兩細飯唔係香港飲食文化蟹終點。我希望有一日當經濟轉好，大家蟹口袋又變得豐盈蟹時候，聖安娜可以重新將精力放返喺佢哋蟹精緻麵包同蛋糕上面。好希望香港蟹雞道除咗蒜蓉味同咕嚕肉味，仲可以有更多元化、更豐富蟹香氣。喺2026年蟹今日，我哋正處於一個歷史蟹轉折點。聖安娜賣炒菜只係一個小小蟹火花，但佢點燃咗我哋對呢個城市未來蟹思考。我哋係咪已經習慣咗呢種兩歲飯式蟹生活？我哋係咪已經滿足於呢種廉價海幸福？每當夜深人靜，行過嗰啲已經收咗鋪海聖安娜，見到入面啲蒸盤洗得乾乾淨淨，我就會喺度諗，呢個城市蟹未來係咪都要靠呢一盤盤海小菜嚟撐起？如果係海話，咁我哋就要將呢盤小菜做到最好。無論係炒菜心定係蒸肉餅，都要做到有尊嚴有品質。聖安娜並屋賣蒜蓉炒菜心呢件事會成為香港商業史上一個好有趣嘅案例。佢話俾後人聽，喺2026年，香港曾經經歷過一個咁魔幻、咁瘋狂，但又咁真實海時代。嗰個時代，我哋叫做兩細飯時代，而聖安娜就係呢個時代入面最令人躍上寶彩絕角。當連鎖巨頭都選擇跪低蟹時候，我哋每日個普通人更加要挺直腰骨。生活雖然辛苦，飯盒雖然平，但係我哋蟹志氣唔可以平。食完嗰盒30幾蚊蟹兩細飯，記得要繼續努力，為咗嗰個可以隨意食 fine dining，唔使再為咗慳幾蚊而排長龍，喺未來而奮鬥。呢個模範時代總會過去，但係聖安娜嗰陣蒜蓉味可能會留喺我哋蟹記憶入面好耐好耐。呢陣味係生存蟹味道，係香港人永不言敗蟹味道，亦都係呢個時代最真實蟹寫照。下次你經過聖安娜，不妨入去睇下，唔係睇佢啲包，係睇下嗰盤菜心，睇下呢個城市蟹生命力到底係點樣喺最卑微蟹地方頑強咁生長出嚟。最後，我想同大家講，兩細飯統治全港並唔係一件壞事，佢令我哋學識咗珍惜，學識咗乜嘢先係生活太本質。當聖安娜都開始炒菜心喺時候，我哋就應該明白，冇乜嘢係放唔低蟹，冇乜嘢係唔可以改變蟹，只要行變就有希望。呢個就係聖安娜賣蒜蓉炒菜心帶俾我哋最大蟹態勢。喺呢個魔幻蟹時代，願我哋每一個人都能掘到屬於自己嗰塊熱騰騰飽肚油鍋深蟹兩細飯。我哋要記住，2026年喺香港係一個兩細飯蟹時代，亦都係一個充滿韌性蟹時代。聖安娜喺轉型，只係呢場大變故入面喺冰山一角。未來當我哋再睇起聖安娜呢個名海時候，我哋諗起海，可能唔單止係佢海蛋糕，仲有嗰啲喺最艱難海日子入面陪住我哋過到海蒜蓉炒菜心。呢種記憶雖然平凡，但係絕對深刻。呢個就係聖安娜連鎖巨頭兩細飯同埋呢個模範時代蟹全部故事，一個關於生存、關於轉型、關於一個城市點樣喺變局中出到新路向蟹故事。雖然聽落去有啲荒誕，但呢個就係我哋實實在在生活緊喺香港。2026
故事仲喺度繼續，兩四飯蟹傳奇亦都仲喺度上演。你可能仲會問，聖安娜之後下一個會係邊個？係大快活定係美心，定係嗰啲連鎖藥房？其實邊個都唔重要，重要係我哋係咪已經準備好去迎接一個更加務實、更加地氣喺未來？聖安娜已經帶咗個頭，話俾大家聽，只要能生存，賣蒜蓉炒菜心又有乜嘢所謂？呢種發達或者就係香港人可以喺每一次危機中都站得返起身係原因。你仲記唔記得以前行過茶餐廳門口，陣陣隨風飄過嚟合品，係嗰種充滿火氣、充滿油煙，但又令你流晒口水喺撇鑊氣嗰種聲，係廚師用隻鑊鏟係咁鏗鏗鏘鏘咁撞擊鐵鑊喺聲，係代表緊每一碟飯、每一碟菜都係即叫即炒，熱辣辣香噴噴。但係唔知由幾時開始，你入到去一間連鎖快餐店，甚至係你屋企樓下嗰間開咗20幾年喺路背茶餐廳，你叫一碟乾炒牛河或者一盅鳳咗排骨飯，個味道好似間間都差唔多，仲要係嗰種好似倒冒出嚟喺味。最恐怖係提，當你行過佢哋個廚房門口，你竟然聽唔到炒菜聲，聞唔到油煙味，甚至你發現個後欄連火都唔使開，廚師變咗做翻熱絲，而你食緊個碗飯，原來係喺個膠袋度倒出嚟蟹。今日我想同大家深挖一下，點解我哋香港好人以為澳海港味好似慢慢咁消失緊？原來喺不知不覺之間，內地海魚制裁已經全面攻陷咗香港海餐飲市場。呢件事唔單止係關於食乜嘢咁簡單，仲係關於香港餐飲業喺生存困境，同埋我哋成個飲食文化喺巨變。講起魚制裁，好多人第一時間諗到蟹可能係超市嗰啲微波爐叮叮飯，但係今時今日蟹魚制裁技術已經高級到你完全想象唔到。由2020年開始，因為全球環境喺變化，好多餐廳為咗慳成本、求生存，開始大規模引入魚制裁。而家去到2026年初，呢種趨勢已經去到一個頂點，唔單止係快餐店，連一啲標榜大廚主理喺中菜館，其實佢哋後欄個大廚可能每日最主要喺工作就係剪開個包裝袋，然後將啲嘢倒落個大蒸爐或者大微波爐度。大家有冇發現，而家喺香港食兩細飯，點解可以做到咁平，甚至30-40蚊就有一份？原因好簡單。因為嗰啲細根本唔係喺餐廳現場煮開，呢啲預製菜喺內地，好似深圳東莞或者佛山喺大型中央廚房，一次過煮幾萬份。佢哋用嗰種超低溫速凍技術，將食物喺味道鎖住，然後一箱箱咁運過嚟香港。對餐廳老細嚟講，呢樣嘢直頭係救星。你諗下喺香港請一個炒鑊師傅，人工起碼要2-3萬蚊一個月，仲要好難請到人。啲後生仔邊個肯入廚房對住個大火爐啊？但係如果用預製菜，我只要請一個月10萬零蚊海雜工，負責測袋同翻熱，成個營運成本起碼減咗30%以上。最令我驚訝係連飯都變成預製。以前我哋去茶餐廳，大廚每日朝早要洗米、涼水、煲飯，嗰種大飯煲出嚟喺飯香，係有層次感派。但係而家好多連鎖店用海係常溫預製飯。呢啲飯係預先喺工廠煮熟，用無菌包裝封好，擺喺室溫幾個月都唔會變壞。餐廳要用嗰陣，成包放落去蒸幾分鐘，倒出嚟就係一碗碗粒粒分明係白飯。你食落去可能會覺得啲飯粒好似好硬好整齊，但係完全冇咗嗰種米香。呢種就係工業化蟹味道，佢取代咗我哋細個食慣嗰種人情味。咁點解我哋香港會失去咗港味呢？港味最核心係靈魂。其實就係即叫即做同埋鑊氣。廣東話有一句說話叫做食物要有靈魂，呢個靈魂就係嚟自火候同埋廚師對食太太即時處理。以前我哋講2000年或者1990年代嗰陣，香港蟹廚師係好有火氣喺，佢哋會根據當日蟹天氣、食材蟹質素去調整火候。但係預製菜係乜嘢？預製菜係數據係標準化，佢保證你喺中環食到蟹味道，同你喺屯門食到蟹一模一樣。對商人嚟講，呢個係效率，但係對食客嚟講，呢個係災難。我哋試下諗下，一個60歲喺老香港人，佢食咗直寫年蟹時招排骨飯，佢一入口就知嗰粒豆豉係咪即刻爆香過，定係喺包裝袋入面醃咗3個月？
而家蟹問題係內地蟹公安鏈太強大啦。內地蟹預製菜試踩光波喺2025年已經突破咗6000億人民幣，呢啲龐大蟹產能梗係要甩地方消耗，而香港作為日高租金、高人工蟹地方，自然成為咗預製菜最好蟹耕落點。喺香港做產業最大蟹三座大山就係租金、人工、食材。2026年蟹今日雖然個市道好似一般般，但係旺區蟹租金依然係貴到離譜。餐廳老細要生存，一定要喺人工同食材度吞胃咳。預製菜完美解決咗呢個問題，你唔使請大廚，你甚至唔使一個好大嘅廚房。既然唔使開火煮嘢，後欄就唔使裝咁大型蟹抽油煙系統，連洗潔精都慳返好多，因為啲兜兜疊疊都少咗好多油質。所以你會見到而家好多新蟹蟹鋪頭個廚房仔細到你唔信，但係佢哋可以出到幾百款菜式。你覺得佢哋係點做得到？最令人感觸牌係，連一啲充滿情懷蟹舊式茶餐廳都頂唔住。我有個朋友，佢係一個50幾歲喺茶餐廳第二代接班人。佢話俾我聽，佢老豆當年做廚房，每日5點鐘起身去街市買貨。但係到咗佢呢一代，佢發現如果佢堅持每日買新鮮豬肉、新鮮雞，佢個成本根本追唔上啲連鎖店。最後佢都係要妥協，開始定一啲預製蟹滷水牛腩、預製蟹咖喱雞。佢同我講嗰陣，眼神入面係有一種無奈。佢話我知呢啲嘢唔好食，但係如果唔用，我就要執笠。呢個就係香港產業業蟹現實。大家可能會有個疑問，預製菜到底安唔安全？其實從識蟹驗串蟹角度嚟講，大型工廠出陳蟹預製菜可能仲乾淨過一啲衛生環境差蟹細鋪，但係問題唔係安全度，而係營養價值同營養之值。預製菜為咗可以保存咁耐，通常都會落好多鈉、好多防腐劑，或者用好多油去包裹住啲食材，防止佢喺翻熱蟹過程入面變膠。長久咁食落去，對身體肯定唔係咁好。而且食物入面蟹維他命同汪亮富喺嗰種反覆高溫低溫蟹過程入面，其實已經流失咗好多。我哋香港人追求蟹港味，其實仲有一種快靚淨蟹節奏感。以前茶餐廳個廚師一手攞住個鑊，一手攞住個掃，1分鐘之內就可以出一碟星洲炒味，嗰種節奏感係好有生命力蟹。而家變咗做絲包裝袋、撳微波爐等3分鐘。呢種節奏變咗做一種機械式蟹重複。如果你留意下啲侍應，連佢哋海眼神都好似變到好空洞咁，因為佢哋知道自己送緊出去海，唔係一份精心烹調海美食，而係一份工業產品。內地蟹預製菜攻陷香港，其實係一種經濟規律下蟹必然。但係我哋作為消費者，係咪真係冇得揀呢？我發現緊呢1-2年，有一啲小店開始反其道而行。佢哋會標榜全手工製，絕不使用預製菜。雖然呢啲鋪頭蟹價錢會貴少少，但係你會見到好多人排隊。點解？因為大家蟹條量係唔會惹人蟹，大家內心深處其實都係渴望緊各種有溫度蟹嘢食。不過要喺香港維持傳統烹飪真係好難。我哋講返個數據，喺2024年到2025年期間，香港倒閉咗幾千間食肆。而鬆蟹櫃鋪頭入面有超過60%係依賴預製菜供應鮮蟹，甚至連一啲內地知名蟹連鎖品牌落嚟香港開鋪，佢哋成個模式就係預製菜模式。佢哋喺內地做好晒，運過嚟香港只係做一個末端蟹組裝。呢種模式蟹擴張速度極快，因為佢唔需要依賴名廚，只有要資金有鋪位就可以好似便利店咁開完一間又一間。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蟹例子。有一位喺深水埗開咗30年大排檔蟹陳師傅，佢今年已經60幾歲啦。佢話以前請徒弟要由洗菜、切菜開始教個3年先可以上爐位，但係而家啲後生仔嚟應徵，問佢識唔識炒菜，佢哋話唔識，但係佢哋好識用嗰啲智能萬能蒸烤箱。陳師傅話佢覺得自己好似一個過時蟹人，被呢個時代拋棄咗。佢最心痛蟹唔係辛苦，而係佢覺得嗰種鑊氣蟹傳承斷咗。當大家都習慣咗食預製菜蟹味道，蟹後袋可能根本唔知咩叫真正蟹炒得好。有人會話呢個係時代蟹進步，係科技蟹進步。就好似以前我哋用人手寫信，
而家變咗用手機伸轉式撳。但係食嘢呢件事同通訊係兩回事，食嘢係港般蟹體驗，係對生活質素蟹追求。如果我哋每日食蟹嘢都係包裝袋出嚟蟹成品，我哋同機械人有咩分別？香港作為個美食天堂，如果連街頭餡為最普通蟹一碗飯、一碟菜都失去咗本地特色，變成咗內地工廠蟹副產品，咁我哋個美食天堂個名前仲可以維持幾耐？甚至乎而家連一啲高級蟹酒樓，佢哋蟹點心都係預製蟹。以前我哋講飲茶係要食嗰種鮮蝦燒賣、皮薄蟹靚蟹蝦果，但係而家好多酒樓蟹點心都係從工廠一批批咁運過嚟。你食落去會覺得啲皮好厚好韌，蝦仁雖然好大隻，但係冇鮮味。呢啲就係預製點心蟹特徵，因為要經得起冷凍同運輸，佢哋一定要喺配方度做手腳，令到件點心唔容易散，結果就係所有嘢都變得好相似，冇晒驚喜。我曾經喺一個後欄見過佢哋點樣處理呢啲預製白飯，一包大約5公斤松蟹飯，封得死死蟹拆開之後，啲飯係一縷縷咁，師傅要戴上手套將佢哋搓散，然後放落去一個好大蟹保溫桶度。呢啲飯因為加咗一啲酸度調劑劑或者保鮮油，所以睇落去特別光亮。但係如果你細心聞下，你會聞到一陣淡淡蟹藥水味，或者係柚子氧化蟹味道。如果你將呢種飯同隻爆蟹日本米或者絲苗米相比，簡直係天壤之別。但係好多食客喺食濃味死菜蟹掩蓋下，竟然都食唔出分別。呢種集體味個蟹退化，先係最令人擔心蟹事。面對預製菜蟹大軍壓境，我哋香港蟹餐飲從業者其實都喺度掙扎。有一啲後生蟹創業者，佢哋開始嘗試將預製菜同現場烹飪結合，例如佢哋會用預製蟹做嚟底料，但係會喺出餐之前加入新鮮蟹葱段、薑片，再用大火快炒一下，補飯嗰陣鑊氣。雖然呢種係折中方案，但起碼佢哋仲努力緊去保留嗰一份港味。但係如果我哋睇返成個大環境，2026年喺香港生活節奏快到不得了，好多打工仔每餐時間只有半個鐘，佢哋追求海就係快平，預製菜遠未及協咗呢種需求。3分鐘出餐係現場烹飪永遠做唔到蟹速度。呢個係一種消費習慣蟹改變，亦都係一種生活方式蟹無奈。我想問下大家，你上次食到一碟令你感動、充滿鑊氣蟹殼炒牛河係幾時？係唔係要特登去一間偏僻蟹路鋪排晒長龍先食到？如果有一攤全香港蟹茶餐廳都唔再用火，全香港蟹後欄都只係剩下微波爐同蒸爐，我哋仲可唔可以大聲咁同遊客講香港係美食之都？其實內地預製菜攻陷香港唔係單純蟹商業競爭，係成個社會結構經濟模式蟹轉變。當租金高到一個點，當人工貴到一個點，所有蟹工藝、所有蟹堅持都會被效率同利潤打敗。呢個係一個好現實蟹秘訣。但係我覺得我哋作為消費者仲有一份力量，就係我哋蟹選擇權。如果我哋願意支持嗰啲仲肯開火煮嘢蟹小店，如果我哋願意為咗嗰份鑊氣而等多10分鐘，逼多10蚊，或許呢啲傳統蟹味道仲可以維持耐一啲。你可能會覺得我係咪講得太誇張？你聽日去食晏嗰陣，試下唔好掛住睇手機，試下用心去感受一下碗飯蟹質感，試下感受下碟細入面嗰啲肉，係咪有一種死實實蟹感覺？試下聞下嗰陣味，係咪好似化學調味料噴湊出嚟蟹味道？如果你發現係，咁你就知我講緊乜。港味蟹消失，其實係香港身份認同消失下一個縮影。飲食係文化最直接蟹體現。當我哋連食乜嘢都變得同深圳、廣州、東莞一模一樣蟹時候，我哋同佢哋蟹分別仲喺邊度？以前香港蟹味道係一種融合咗中西文化，又帶點草根強韌精神蟹味道。佢係雜亂中帶有智趣，係繁忙中帶有堅持。而家喺香港餐飲市場就好似一個俾工業化巨輪掠過蟹戰場，大型連鎖店佔領咗主要領土。佢哋背靠強大喺內地預製菜供應鏈，橫掃千軍，剩低落嚟冚一啲老鋪小店，就喺夾縫中求存。佢哋好似一啲堅守陣地蟹老兵，雖然手入面蟹武器即係嗰隻鑊同嗰把刀已經好舊，
但係佢哋仲係想守住最後嗰份尊嚴。我有個朋友喺內地做預製菜批發，佢話俾我聽，而家香港係佢哋最大蟹增長點。點解？因為香港蟹標準高，只要佢哋能通過香港蟹食安檢測，佢哋蟹嘢就可以賣得好貴。佢哋甚至會研發一啲專門針對香港人口味海預製菜，例如港式沙甸牛肉、港式滷水拼盤。呢啲產品做出嚟之後，再運嚟香港，貼上一個港式風味蟹標籤，竟然又有一大班人食。呢種風氣真係唔知點形容好。講到尾，食物唔單止係飽腹蟹工具，一環熱辣辣蟹勢融雲吞麵，佢個湯頭係要用大地魚、蝦子、豬骨撈幾十個鐘。如果呢個湯頭變成咗一包兌水蟹化學湯粉，咁呢碗嘢仲係咪勢融？如果雲吞入面粒蝦係預先醃好冰凍咗幾個月蟹，咁佢仲係咪我哋心目中嗰種鮮甜？我唔係話要完全否定預製菜，係一啲特定場合，例如大規模蟹蓋賣應急蟹食品，預製菜係有好大作用。但係當預製菜成為咗餐飲業蟹主流，當佢取代咗所有現場烹飪，呢個世界就變得好乏味。我哋失去海，唔單止係味道，仲有對食物海敬畏，同埋對生活細節海欣賞。以前我哋講2010年或者更早海時候，香港海餐飲業係有一種英雄主義海，邊個師傅炒菜犀利，邊個師傅拉長粉出色，係會有人傳送蟹。但係2026年蟹，今日我哋仲有冇聽過邊個新晉廚師係好犀利？我哋聽到蟹，通常係邊個品牌又開咗分店，邊個品牌個中央廚房又升級咗，廚師蟹個人風格被標準化蟹工廠流程徹底抹殺咗。所以如果你問我香港仲有冇港味，以為同你講仲有，但係佢已經變成咗一種西七品，你要去論，要去掘，甚至要走入一啲好舊、好唔起眼海社區先可以論到。而喺嗰啲裝修得好靚、好摩登海大商場入面，你食到海多數都係內地工廠產出嚟，係工業複製品。甚至乎我發現連一啲香港本土蟹老字號都開始被內地蟹大集團收購，或者係引入咗佢哋蟹本年模式。結果就係包裝冇變，個招牌冇變，但係入面嗰份味道變咗。佢哋會話係優化流程，會話係品質管理，但係對於我哋呢啲食咗幾十年蟹老食客嚟講，呢啲都係廢話。變咗就係變咗，包袋倒出嚟餡嘢，永遠都唔會係大可炒出嚟餡嘢。大家可能會有種無力感，覺得呢個係大勢所趨，我哋根本改變唔到。但係我覺得我哋可以由自己做起，多啲去幫襯嗰啲仲係用人手煮飯蟹小店，哪怕佢位置唔方便，哪怕佢要等位。當我哋用銀包去投選蟹時候，市場自然會俾出反應。如果大家都唔再追求品質，只係追求便宜同快，咁預製菜就會徹底佔領我哋蟹生活。我想喺我細個嗰陣，阿媽帶我去食嗰碟豉汁排骨飯，嗰個排骨係有肉味蟹，啲豉汁係鮮香蟹，最緊要係碗飯係熱到淡口蟹，每一粒米都吸飽咗肉質，嗰種豐富感係任何預製菜都逼唔到蟹。我唔希望到咗我哋下一代，佢哋對美食蟹定義只係盛事包裝袋上面嗰啲精美頭變，後欄唔使開火。對於餐廳老細嚟講係成本蟹優化，但係對於一個城市嚟講係文化蟹品質。當一個城市喺廚房冇咗火光，當一個城市喺街道冇咗鑊氣，呢個城市係靈魂就開始枯萎。香港之所以係香港，係因為我哋有一份獨特蟹焰火氣。如果連呢份焰火氣都冇埋，香港同一個巨型蟹辦公室或者工廠又有乜嘢分別？我今日講咁多，唔係想煽動大家去抵制啲乜嘢，而係想喚起大家對食野蟹一種要求。2026年啦，科技係好發達，但我哋蟹生活質素唔應該隨住科技發達而倒退。預製菜係可以存在，但佢不應成為我哋生活蟹全部。我哋需要蟹，係嗰份可以溫暖人心，可以令你食完之後覺得生活仲係有希望蟹真味道。內地蟹供應鏈可以提供無盡蟹預製菜，但係佢哋提供唔到一個香港廚師對呢片土地蟹情感，提供唔到嗰份累積咗值10年蟹火候，呢啲先至係最珍貴、最值得我哋去守護海嘢。所以下次你行入一間餐廳，見到個餐牌咁豐富，出餐又咁快，你試下問下自己，
呢份嘢食到底係充滿耐心咁煮出嚟海，定係喺袋度倒出嚟海？當你開始咁樣思考係時候，你就已經開始喺度守護緊港味。最後，我想同大家講，其實預製菜蟹攻勢只會越嚟越猛烈，唔單止係香港，全球好多城市都面對緊同樣蟹問題。但係香港蟹情況特別嚴重，因為我哋蟹成本壓力太誇張，但我哋依然有一班好有心蟹參驗從業者，佢哋仲喺度默默堅持緊。哪怕每日只係做幾十份飯，哪怕要做到半夜3更，佢哋都唔想放棄嗰種對味道蟹執着。呢啲人先至係香港美食海真正守護者。如果你喺條街度聞到陣陣炒菜香，見到個師傅仲係揮汗如雨咁舞動緊個大鑊，請你一定要入去支持下，因為可能過多幾年，呢種場景就會變成咗博物館入面蟹展列品。我哋唔好等到所有嘢都消失晒蟹時候，先至嚟懷念嗰種消失咗蟹港味。生活雖然好忙，生活雖然好苦，但係一餐好蟹飯係可以治癒一切蟹。而呢餐飯一定唔係喺一個冇菌蟹工廠包裝袋入面落到，佢係喺嗰個冒住煙、充滿噪音，甚至有啲亂糟糟蟹廚房入面，由一個有血有肉蟹人用心火煮出嚟蟹。呢份貨先係我哋香港最值得驕傲蟹味道。我希望大家可以將呢個信息分享出去，等更多人關注香港產鹽業蟹現狀。我哋唔可以再咁默默落去，唔可以再任由呢啲倒模出嚟喺預製菜，慢慢咁侵蝕我哋喺味覺同埋我哋喺文化。當你食緊每一啖飯蟹時候，請記住嗰份味都係有重量蟹，嗰份重量係嚟自於對生活太尊重同埋對品質太追求。預製菜可以佔領市場，但佢哋永遠冇辦法佔領我哋對真誠美味蟹渴望。香港人，我哋條量係好挑淡蟹，我哋蟹眼光係好犀利蟹。只要我哋仲識得分辨好衰，只要我哋仲有一份對生活太理教會，港味就永遠唔會真正消失。佢會喺嗰啲仲肯堅持蟹小店入面，喺嗰啲仲肯用心煮飯蟹人手入面，一代一代咁傳落去。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希望大家下次食飯嗰陣可以食到嗰份久違咗蟹鑊氣，食到嗰份真正屬於香港蟹味道。我哋下次再傾。